姐妹平安，很开心，在每一个礼拜，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神的圣殿里面。在每个礼拜，我们也许有劳苦、有重担、有让你悲伤忧愁的事情，但神很好，给我们一个教会，让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摆在他的面前，将我们的难受也摆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祷告。的山，以赞美登耶和华的山，他做我的救的保障，他已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给我披上喜乐的衣裳，我必然得以进入他的山。现在要为了我们的家庭、工作这些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会自己祷告的，你就自己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的，你就和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文来宣告。我们预备，请主耶稣，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居住运行在我里面的圣灵，用无穷的大能充满我、浸透我，使我里面的灵与魂得以变化更新，成为基督的形状，并且不断的成熟长大，直到满有基督的身量。我将自己的家庭、工作、健康、人际关系都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成为我所有意念的主宰，帮助我常思念你和你的话语。凡是真实存在、可记、公义的、有美名的，我都要思念。求主帮助我，不再容忍任何污秽不义的思想停留在我的脑子里。我为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献上感恩。我求你常以圣灵充满我。我宣告，我要完全信靠你。我深信你必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祷告奉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以及敬拜。以赞美登耶和华的山，他做我的救的保障，他已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给我披上喜乐的衣裳。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城市献上我们的祷告，一样你有负担的，你用你自己的祷告词；如果你不会祷告的，你就和我们一起用这个来宣告。预备，请主耶稣，愿我们的百姓尊你的名为圣，使你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愿我们的政府首长都敬畏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台湾的教会兴起，使福音遍传，使你的名在台湾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使台湾在国际中不再成为被撇弃的，使台湾在全地成为可赞美的。主啊，愿你医治我们的城市与社会，使这地的百姓都向你祷告。求神在教会中兴起他的众儿女们起来警醒祷告，与主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求神激励并兼顾他拣选的代祷者，忠心持守站立，为我们的国家
家与教会切切代求，求神帮助教会牧者领袖都带着圣灵的大能来服侍，也帮助他们在忙碌的侍奉中靠着主能有安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赞美登耶和华的山，以赞美登耶和华的山，他做我的救的保障，他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给我披上喜乐的衣裳。我必让那眼睛入他的圣所，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在他帐幕里焕然仙境，等候与主同坐席。赞美。以赞美登耶和华的山，他做我的救的保障，他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给我披上喜乐的衣裳。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必让那眼睛入他的圣所，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在他帐幕里焕然仙境，等候与主同坐席。我必让那眼睛入他的圣所，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在他帐幕里焕然仙境，等候与主同坐席。等候与主，等候与主同坐席，等候与主。等候与主同坐席。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座位站立起来，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是的，主，我们大声来赞美你。一起来。将
我心，梦想交融引领生命。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想你。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想你，我的生命，我要领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全属于你，因为我们离开了你，就像枝离开了树干，没有办法存活。神啊，你的恩典来跟我们同在，让我们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跟赐福，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也看见主在我们心里面，主在我们当中活出来的样式是与众不同的。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从主领受到了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智慧、特别的教导，也让今天的礼拜敬拜从头到尾一切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将荣耀归给主。每一位弟兄姐妹从神得到属灵的祝福以及生命的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罗马书8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们也是这样，
当你们听见了真理的信息，就是听见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时，你们信了基督，上帝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作为你们归属于他的印记。圣灵保证我们要承受上帝的应许，把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我们要颂赞他的荣耀。罗马书8章9到11节。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灵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颂扬诗班。献诗的歌曲是《我愿更加亲近你》。献诗完，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与圣灵同行的生命。一起感谢赞美主，谢谢颂扬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我们第二堂礼拜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服侍你，一起敬拜你。我们确信你在我们当中，从天上赐下美好的恩典，给每一位全心渴慕、愿意跟随主道路的人。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方向要走，但是当我们确信主跟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必走在得胜的道路。得平安的道路，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你圣灵亲自来启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有圣灵节的圣灵降临节的圣礼典，那我们想说分2段来分享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与圣灵同行的生命的第2部分哈。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又一起来复习了哈。首先，我们是要来再一次确认，从这2段经文里面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证，就是基督徒信基督，那你得救的印记到底在哪里？什么样能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你是得救了？那很重点的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读保罗遇见约翰的门徒的时候。在以弗所遇见他们，他就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信耶稣，或是你们受洗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表示说，保罗不管他们到底这个背景有多深对信仰理解有多丰富，优先确认说有这个圣灵没有？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保罗把它阐释出来，就是印记。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读的经文他说：你们也是这样，当你们听见了真理的信息，就是听见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就是同样从基督那里得到了。那你们信了，好，信，我心里面认识了，清楚了，我信。但是他说，上帝就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你信了，听了，信了。赐给你圣灵，那圣灵就是印记，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基本功无论是你已经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上教会，或是你在读大学或是高中，或是你最近才信主，请记得你优先要确认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归纳，就是说。这个教导，第一个，我们听见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来信耶稣基督。那这个信，就是因为上帝赐下他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归属他的印记，归属他的印记。各位大家都知道，在座可能年轻一点的比较少用到了，像牧师这个年纪印章非常重要，其实现在也蛮重要。台湾到现在还是要有印件的那个登记证明好像有人一直在推动说签名最重要了，签名就是算了。现在很多比较不是很严格的这个文件，签名就有效。但是到现在每一个人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一定要有印件证明不过这个现在我们会碰到难题了啦，因为现在那个科技发达到一种程度，你的印件可能还被人家仿造，别人的还比你像我就发现最近一个很重大的社会新闻，对不对？不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吗？5亿的财产突然间消失了，不是说消失了，就因为这样丧命了原来就是他的房地产，因为被人用不同的方式把它登记，而且是先登记跟他结婚，然后要把它继承下来，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那我们看见说，那个就是一种产业到底那个印件对他到底有没有保障，反而是一种危害，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一点，圣灵给我们印记，第一个100%确认，而且不失信，而且是帮你保护的，而不是抢夺的。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段经文也很重要。他说圣灵保证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保证。好，这个保证谁给你保证很重要。我们一般
在社会出入的人都有一个提醒哦，说你千万不要给人家保证，对不对？我们有一些上一辈的人哦，曾经因为保证哦，哇，这个家产都没啦，所以保证是我实力够，我能够负担得起嘛。我们的圣灵就是要保证我们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没有其他的管道，就是圣灵的保证，而且他要把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这个产业不只是你的哦，你是一个生命得自由的人。自由的意思是说，你就不再被生命的捆绑，或是一些邪灵的搅扰，或是一些那个攻击或是诱惑所捆绑。所以圣灵的保护是那么样的美好，外可以保证你的产业应许，内可以让你得自由所以一个产业得保证，属灵得自由的人，当然他就会颂赞上主荣耀神你看他第三个，我们一个简要的归纳就是圣灵保证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而且把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所以我们要颂赞他。弟兄姐妹，颂赞这个词从我们基本的人性来讲，你是好事或是欢乐才会颂赞，但基督徒他的颂赞更深入。深入的意思是说，你不管是情境是好是坏，是喜事是悲，或是顺利或不顺利，你的颂赞就是在前面。遇到困境，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我确信你是掌权的，会被把困难用颂赞来交托，把灾难用颂赞主来化解，因为他在神里面是自由的人。那这个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权柄但是我们常随着自己的情绪在运作，我喜欢了才颂赞。我们唱诗歌，我们的敬拜团好努力来带领，反正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不唱了。其实心情不好，有忧伤，有软弱，有困难，特别有压力的时候，颂赞就能解决，因为圣灵在无形当中已经帮你化解掉。那基督徒这个要一个属灵的境界，因为跟你眼前所看的不一样，对不对？跟你的判断、跟你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不是牧师康水伯基说的，圣灵要让我们承受上帝的应许。感谢主，所以我们因此要颂赞他的荣耀。有圣灵当印记，有圣灵保护我们的产业，有圣灵赐下自由，你就是要颂赞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对圣灵的认知跟理解这段经文就一下子把你完成讲完了。三一圣灵的全备形象，在罗马书8章9到11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教导那我想说，现在中文的可能比较长一点，比较详细啦但是如果你可以背和合本的，把它背起来。所以要邀请大家第9节我们再来练一次，好不好？慢慢的练，把那个词句融化到你的心里面。预备来，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好，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在一节经文里面，把上帝、圣灵跟耶稣都包含在内。那我们所以另外一句话，当然如果说请一位系统神学的老师，他可以把这一节讲的一个学期的课都讲得够。但是我们把它简化到一个程度，是说什么呢？你不要再对圣灵有任何的怀疑了，因为上帝的灵、圣灵、耶稣的灵都同样属于三一神。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向他求救，我们向他感谢，我们求神带领，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描述的是这样写那个填空的我没有把它标出来，我是把这三个
三一神的圣灵给我们注明出来。他说：“至于你们既然第一个，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自主权，我们的心灵的掌管权，不是靠我肉体的，或是我曾经的生命的经验，或是我曾经领受到什么教育，我是先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然后他说，你就不受本性支配，因为圣灵在驾驭你这个系统，就好像一台电脑、一台手机，或是更先进的科技。你不是用自己杂牌的自己操作，而是被一个最高阶的一个软体来运作。我们身体的软体就是圣灵，生命的软体就是圣灵。他说他管束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换句话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你要先确认说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那重点可能大家理智上都能理解，它的重点在这里了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样确认这个印记在我里面，基督灵在我里面，上帝灵住在我里面，我有受圣灵管束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操练，对不对？每一天的生活的体验。那我们一起从这些经文来得到一些学习了哈。第10节他说，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这个再一次强调到说，我们人类最极限的困境就是人会死嘛。但是他说，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上帝的灵要你们活，而且因为上帝已经使你成为义人了。就是说，好像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提的一个个体，我这个生命，我这个肉体，可能我一生活了几十岁，甚至100岁，到完了就消失了。但是因为被基督住在里面，上帝的灵让我这一个必朽的身体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使耶稣复活的这个灵。第11节他先看这边说，上帝灵使我们活，并且使我们成为义人。而且第11节讲得更仔细他说，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在纪念耶稣复活节，就是上帝的灵让这个被钉十架的耶稣复活。而且更奇妙的是说，这个灵同样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住在你们的灵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那这句话就印证了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提到了吗？提到说，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就好像是第2次的道成肉身，对不对？他降临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无罪的个体，所以他成就了上帝一切上帝国的荣耀。但是你我这一个必朽的身体，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住在里面，我们也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力量。只是说，到底你的成分有多大？你被圣灵所驾驭，你被圣灵同在的力量，到底成分有多高？还是只是我们上一次说，好像问导游的，根本没有把那个肉卤进去了。那这个是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成熟度，或是见证神的恩典，或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差别就在这边。我们在历史上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其实都很谦卑，他们知道说他们所做的事完全不是他们能力所能做，是圣灵同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是在首尔的楚云音教会哈。那赵宏基牧师在2年前过世了，在疫情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在他手上不可能是他完成的事，因为圣灵愿意透过他来成就这样的圣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浓缩，说上帝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那必朽的身体。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跟福气！
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使圣灵，上帝的灵使他复活。他说，同样这个上帝使耶稣复活的这个灵，也要住在我们身里面，而且让我们也同样成为一个复活的体。那等于是我们一起分享，一起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呀。那这个是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基督徒能够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我们比别人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然后你会成就一般人看不见或是不能完成的事。感谢主，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复习了哈，就是说我们人刚刚我提到了，圣灵住在你里面，到底你怎么样去感受？所以圣灵很体贴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多不同样式圣灵显现的记号，跟我们自己说，感受不到，但是有时候圣灵很体贴我们，用我们看得见的、听得见的、体会得见的。那时间的关系，我简短的把经文秀出来，大家再做一点回忆哈。第一个，圣灵动工的模式，第一个是上主使风刮起来，在哪里？记在民数记、出埃及记啊，出埃及的这些故事里面。这个故事以前牧师提过，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因为缺乏足够的食物，所以对上帝抱怨，很频繁，他甚至怀念在埃及的日子。后来摩西选了70个长老，那圣经说怎么样？这些长老怎么样？被膏立的，被膏抹了，上帝的灵就停在他们身上，上帝的灵在他们身上。所以不是圣灵降临节才有上帝的灵，对不对？上帝灵老早在运作，只是说它的不同阶段的属性告诉我们更清楚而已。其实圣灵就已经在这些选立的长老，因为他们要领导这好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没有圣灵的能力，靠自己是困难的所以他说会受感动说话。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上帝的灵显示异象他说突然间上主使风刮起，成群的鹌鹑从海上飞来。那牧师上次提起在2年前曾经提过，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他说研究那个鹌鹑的肉跟蛋很有营养价值有人把它称呼叫做动物的人参营养度很高所以这个鹌鹑呢，这是其中一个种类的图片是表示说，上帝甚至透过圣灵的风，把风从海边刮过来，一大群的那些鹌鹑竟然是跟着风吹到以色列的百姓的他们当中。这些人是圣经写的很详细说他不是1只2只他的鹌鹑多到整个脚高度，哇，好像都一堆连抓在笼子里面的那个鹌鹑的量也不会像那么多然后就集中在一起，然后这些鹌鹑就成为这个百姓他们的所需要的蛋白质跟养分。那圣灵用这种很直接的方式，就是供应肉类给他们，圣灵这样做。第二个，圣经我们也看到说，约珥先知的宣告，说上主宣告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约珥宣告说，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我的灵到每一个人身上，他会做不同的宣告宣告主的信息，做异梦，看异象所以耶尔斯说，那时我要将我的灵倾注在奴仆跟使女。好，圣灵进入到这些信徒当中，他会讲预言，他会看见异象，会做异梦。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好，第三个是我们看见一个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了上帝显现给上帝的灵用各种方式显现给以利亚。那这个故事我们也蛮熟悉的，我就简单带过在亚哈王当政的时候，因为耶洗别这个皇后非常非常的恶劣带领百姓就去拜巴力、拜亚瑟拉这些偶像从圣经的描述当中
他们夫妇当政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灵性最低落的时候，也是最可恶的时候，因为根本把上帝把他甩在一边，所以养了好多先知啊。那些先知不是上帝的先知，而是那些拜那些神明的就是说用这些那一票人马帮他管理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但是后来上帝兴起了以利亚，而且在遇见那个雨就像我们现在南台湾缺水一样，在求上帝降雨的时候，以利亚胜利了所以他就处死了耶洗别的先知然后被耶洗别他觉得没面子就觉得没有遇到那么大的挫折就开始发布命令，要把以利亚杀掉可能派一些武功高强的人准备要在半路把他截击下来。但是上帝怜悯，让他在仓皇逃命当中竟然没有被抓到。但是心太辛苦了圣经记载说，以利亚逃到那个旷野，坐在一个罗藤树，我们叫做现在叫做杜松树的树荫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 upset， 就是说我明明是很成功，为什么现在变成要逃犯呢？很多人就是在最成功的时候变成是衰败的开始，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你在成功的时候不能过度的骄傲。那这个是有人拍下的杜松树的树了它可以在那边乘凉。圣经记载说，以利亚在走40昼夜逃到西乃山，就是何烈山的山洞躲藏，那精疲力尽，心情沮丧。但是这个时候，在他最虚弱、最需要的时候，圣灵、上帝的灵主动跟他显现这是西乃山的照片在那个西乃旷野。那这个经文在19章9到13节列王记记载说，上帝的灵用多种方式向以利亚显现。上帝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石裂而且上帝让这个地发生地震，地震之后有火，然后上帝在火中发出了轻柔的声音。换句话说，从以利亚的经验来讲，圣灵上帝的灵是让他非常强烈的感受了，就是很明显到山崩地裂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不同的方式在展现圣灵的同在，因为人的有限，用这种方式。那我们更熟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降临节使徒行传1章4跟8节，耶稣就吩咐门徒们，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上帝的应许，而且升天前，耶稣应许圣灵会临到门徒的时候，就会充满能力，而且在普世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2章2节说，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2章4节说，圣灵充满在门徒身上，他们照着圣灵所示的才能，开始说别种语言。好，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或是介绍过，圣灵用不同多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个体，我们的知觉有限，我们的认知有限，或是我们的时空有限。就像你现在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你可能人就不可能在外面的公园呢，或是在你的家里面。虽然透过现在的什么那个监视器可以看见，但是你人就不可能过去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圣灵同在，我们做一个认知跟理解，就是人类因为感官跟知觉的领受有限，所以圣灵就透过人们习惯的方式来证明他的能力。我们从前面看的这些经文、这些范例，就知道说有风啦、有火啦、有春雨啦、有膏油啦，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我们一起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你如果没有圣灵，那你只是一个空口白话的基督徒，或者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感受到那最美好的恩典，圣灵同在的恩典。但是我们可能另外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样跟圣灵同行呢？这一点是非常实际的嘛。所以基督徒你要天天操练出你跟圣灵同行的生命那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它所提到的这些概念，也许让我们很容易去理解
有本书是一个叫做大卫·赫兰德兹所写的，叫《与圣灵为友的生活》。这位大卫·赫兰德斯呢，他是新兴的属灵领袖，年轻的新一代的布道家，医治侍奉者，也是口才很好，会当作家跟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位很年轻的大卫·赫兰德兹，他把他称作是新生代青年的布道家。他这本书叫做《与圣灵为友的生活》，它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去掌握住。那只要我们你体会出来了，你是跟圣灵做朋友就对了，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远在天边，不是找不到，是圣灵随时跟你同在，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你就知道说圣灵不是离你很远的。所以它里面有几个教导，我们重复的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所应许的，他说要耶稣应许不会留下你独自面对人生就是耶稣应许了，他不会留下你独自面对人生，你的困境，你的难度。因为他应许会差遣一位可亲又有能力的帮助者圣灵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约翰福音4章16节耶稣应许圣灵的一个这个标示。有几段话我们可以再一次确认，就是说，刚刚我们说我们人因为感官认知有限，很困难去理解说到底圣灵跟我同在，圣灵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很理解说，上帝和我们之间唯一的距离，什么距离呢？是我们对他临在的毫无察觉。我们人都陷在这个困境里面。换句话，用我们的话来讲说，其实圣灵就是在你我之间。牧师现在讲话，圣灵在看我讲什么。但是只是说我到底敏锐到他跟你同在吗？你有恐惧？你有没有明知道说，圣灵在帮助我，不要让这个恐惧来掩盖我全身？那就是你的认知，你的察觉，关键在于圣灵有没有得到从圣灵得到力量。因为好像就是圣灵已经把电源穿到你这边了，你没有接上。一直认为说我没有帮助，我没帮助，我很困难我现在不得了，实在麻烦的。原来圣灵说我在这里啊，你有没有请他帮助你？就是他在这里了。好，所以我们如果把圣灵不要看成高高在上还要崇高伟大就不可亲近的那一种，就是圣灵是你跟他也是一个友谊啦，将带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要听见圣灵的细语，那你要听见这个维系的声音，你就要靠近圣灵。所以就像以利亚先知他不是说上帝的灵让大地震有烽火吵得不得了，但到最后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有轻柔的声音。我们常常忘记了圣灵用轻柔的声音跟你讲话。你关闭了那个收音系统，你关闭了你的触觉，你的察觉好像那个声音就各界在外面了。前2天我们的那个台南开始下大雨，我就跟谢牧说好像在下雨耶。哪里呀？原来赶快开门出去看，真的下雨。因为我们现在教会的那个隔音窗太好了，听不见外面在下雨，外面咚咚咚很大声听不到。你会不会常常自己把它关在一种隔音的里面、隔绝的里面，跟圣灵就少了接触？那如果我们要靠近圣灵，跟他做朋友，你就会越来越听见他，会更亲密的认识神。还有，你会对听见他的声音都很有信心，满怀着爱，住在他的圣洁里面。你会带着能力行在他的神迹大能之中。换句话说，整个圣灵的能量、能力都在你的身边，住在你里面，只是说你完全没有察觉到，或是没有去恳求，没有去请圣灵来帮助你。那讲一些比较生活的
细节，也许你们就大家更清楚了我们现在人手机大概就是不离身了因为手机现在不只是通讯工具，手机就是你的万灵的宝典知识的帮助，需要什么就要求他。我们在上那个孙牧师的圣经课程哇，他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突然间讲到一个搞不清楚，赶快查一下手机，马上就出来了，什么地点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性质在哪里图片都出来。好，我们很依赖它，对不对？你的生活随身的秘书，你会使用就对你很多帮助，但是你依赖它就被它绑住了。但请记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秘书不是手机，我们属灵生命的陪伴者就是圣灵。因为你要做抉择，你遇到世间任何的挑战、困难、风风雨雨，遇到抉择，遇到很多苦难来临的时候，你需要一位重要的帮助，就是圣灵。所以你既然手机一滑就有，为什么圣灵就连滑都不用滑的？那你都不会求助，而且不用插电的。所以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带着另外一个慕道友来牧师这边，说要我为她祷告，知道她遇到生活很多难处，我就拿一张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说明给她听了她看了觉得这很简单很好用她就说你需要一只手机这个手机不用充电不用花钱随打随通原来这个手机就是你的跟圣灵你的祷告。所以基督徒我们看来好像很复杂，但是最后发现说越来越简单。你知道那个武功高强的人他的整个动作更简单不要摆那么多阵势，一出手就解决了。重点在这里，我们圣灵随时在身边要帮助你。记得求助，记得跟圣灵说我需要你。我们刚刚提到韩国的赵宏基牧师我们一般人他以前过世，但是大家把他称呼是一个圣灵跟圣灵同行的伟大的人物然后他有一个口头语，他就说每一次他要上台讲道或是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讲一句话说圣灵 Let's go 就好像就是邀圣灵一起同行了有时候他祷告一天祷告好几个小时，他觉得跟圣灵在相处多快乐，一切的困难都没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在生活上很多圣灵同在的方式是简单又有效。我记得我们说去韩国访问有时候我们参加他们的小组他们自己教会办的小组你要跟他们去嘛，他们一组一组带你去观摩我们一上他们自己开的车那个司机没有马上门关好了吗？好，出发没有？他就讲说，他就把手按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就低头开始做祷告。他就是很谦卑的说，这辆车交在圣灵手上，求圣灵跟我同行。我们都到现在已经厉害到自驾车，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出车祸，竟然他没有在开车在打瞌睡啦。那表示那个 AI 的技术还不到成熟到所有的有100%的把握，对不对一辆很好的车，你开起来很舒服感觉很有质感。但是再好的车，重点还是开车的人呢。所以我们这样最好的车、最高级的车，是一辆中古车都没关系。记得你这个人是要被圣灵掌管，这辆车就开起来比任何高级车都好，因为它可以带你平安回家嘛。你看发生车祸都是好几百万的那一种车，因为他很有自信，他认为这辆车绝对安全反而失去了那个戒心呢。有一个小故事在提到说，一个年轻朋友刚满18岁可以
可以骑机车了，就考驾照考来了。哇，他的阿嬷很疼他，就马上买一辆新车给他。哇，刚会骑车的人就很疯心，对不对？哇，到外面去飙来飙去，而且阿嬷为了让他平安还去庙里这个要了一个平安符挂在那个车头的车把上面了。那开没多久，哇，这个年轻人太冲了，去撞了那个路边安全岛就整辆车都不能修理了他就很生气，跟阿嬷说：“阿嬷，这平安符没有效什么我骑车没多久就一辆车就报销了他阿嬷说：“你骑几公里？”他说：“110。”他说：“难怪你会出车祸，因为妈祖婆只跑100公里而已啦。”意思是说，那个平安符只能保他100公里，110就补不上。这个是一个笑话，也可能是真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得平安得保护，你不是说我把他教课，他自己都不按照规矩来。但是也看到限制，圣灵不是像那种100公里的，而是圣灵就随时在你身边。他可以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属灵的教导就是说，上帝圣灵能成就每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一起做，他宁可不做。你愿意求神来一起做。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努力，是因为我们在现代人的生活，因为科技太发达，我们依赖性太大，我们反而自己那种求生的能力少了。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们知道台湾因为有原住民那么多族现在已经到15、16族了我们觉得台湾很幸福，就是因为有原住民跟我们同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很丰富，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存哲学，就是他们的早期在山上没有电，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要在山林里面，在1、2千公尺的山林里面进去，可能1个月才回来去打猎。他们只要带2种东西就好，一种是一支刀，一支翻刀，然后再一个能够点火的，以前可能是一个火石后来可能有一个赖打或者什么火柴，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生存1个月。很多同学他的前辈说，他们一出去都要打完猎，然后在山上，然后才把猎物拿下来，不可能天天来回嘛。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因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们要靠这个最原始的力量。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把所有的生活都依赖到这些科技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如果真的有一天突然间停电1个月，大家不知道怎么生存，真的不知道怎么生存，因为我们已经被照顾习惯了。那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不是完全依靠这些属世的东西。愿神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再一次重复上个礼拜这一段话，在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基督徒不读经祷告，并经历圣灵内住来更新，就好像被邀进皇宫用餐，却仍然用免洗碗吃泡面一样，没有经历敬虔信仰带来的丰盛。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跟圣灵同行，你真的是在宝藏上面哭穷了带着黄金去当乞丐。愿我们彼此学习，因为这个经历不是人说了算，而是你亲自去经历。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也一起分享说，你怎么样得到这种属灵的经历，得到神恩典、圣灵同在的力量。感谢主，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跟圣灵同行的生命，领受最祝福跟恩典。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一首短歌，这个诗歌，来见证神圣灵的同在会唱的可以跟用麦克风怎么样一起来唱，大声多做前年
命，生命的河流，只有拥有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远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阿们。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有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同心祷告当中，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自己心里面或是开口跟圣灵说：圣灵啊，我欢迎你，求你跟我同行，让我每一天的生命，因为圣灵同在，我就是得到一个世界上都找不到的最棒的生命导师，是生命的顾问，或是生命的主导者。我残缺的、不足的、软弱的生命，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要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得祝福的生命，有能力见证的生命。愿神将这样美好的恩典礼物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但是你要跟他求，因为圣灵说：你只要我就给你，不是别人对你求，而是你跟神求。第二个，我们为教会要进入暑假，很多圣工，很多研习的事工，我们主日学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求主带领我们，一切推动都很顺利。第三个，我们为周报当中很多需要代祷的病痛的家庭或是个人来祷告。我们也这2-3个礼拜有教会亲友失去了他们的长辈，求主亲自安慰。最后，我们用周报里面所写的5项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自己，就是5重的祝福。这5重的祝福，就像前不久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这个狭弄的生命就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全部恩典的生命。我们一起习惯开口或是在静默当中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能力在我们当中，求你平安跟我们当中，喜乐在我们当中。主啊，圣灵求你跟我们同行，我们软弱不足，但是要靠神，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圣灵啊，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能量指导导师跟各我们保护，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教会遇到病痛的兄姐，求你亲自施下医治。我们也为教会要推动的暑期的圣工，一切的推动研习，还有主日学，还有青少年的事工，求你亲自保守。再次献上感恩之外，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领受从天上来这个小诺的祝福，就5项5重祝福，我们身体健壮，事业兴盛，心灵整个平安人际关系美善。感谢赞美你，今年的人感谢你。天父神，感谢你，我们一起领受这美好的信息的教导。主啊，不是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圣经熟多少，而是我们下定决心说：圣灵啊，我欢迎你。圣灵啊，求你跟我同行。圣灵啊，求你带领我，帮助我。我承认圣灵，我欢迎圣灵。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力量大能跟我们同在，活出荣耀主、见证主的生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最后一页，来一起来念。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箴言3章3到4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礼拜主日敬拜服事的同工，司礼是胡哲豪执事，其他服事的同工请自行再注意。翻开周报第4页，肢体交通的部分。第2项。新冠疫情在近日又升温，提醒兄姐们也小心的防范，还是建议在公共场所能佩戴口罩，避免其他的病毒及不必要的呼吸道感染。本会的心灵转角已经在昨天6月3号增加了礼拜六的营运，在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也欢迎会友多多的利用。也邀请亲朋好友或一些慕道友前来。第5项婚礼的消息，本月本会青年的李胜文，是龙谦长老的儿子，与高诗婷姐妹，定在7月1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堂举行婚礼。邀请兄姐们参加，也献上祝福。第6项会友的动态，本会郑弘阳兄跟圣歌队长刘淑明夫妇的公子郑彦寻弟兄，录取台北医学院医学系，还有他的2女儿郑璇也都获取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的博士班，恭喜他们双喜临门，也愿上帝保守他们。本会的周锡安小组长，在6月1号到14号，在台南的无缘公会堂展览，在地下室那边有他的个人的油画创作，也请各位兄姐踊跃参加观展。对，第5项，第5页的第8项这个部分。本会第2季的定期长职首长的联席会议定在6月18号下午1点半召开，请长老、执事还有服事的团队，预备心参加。门徒培育事工研习会的消息，请自行参阅。翻开第6页，牧区团契的消息也自行的参阅。关怀代祷事项，也我们大家持续的为以下的事项去做代祷。以下我们请夏牧师来帮我们做补充祷告。各弟兄姐妹在结束前做一个补充哈。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稍留几分钟，我们要为6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哈。那要请等一下我们有
我这个资料看一下，我们要请一位弟兄，就是穆俊明弟兄来吹蜡烛哈。那另外我们看到上帝赐福在我们的嘉兴跟嘉靖夫妻哈，一个可爱的小孩今天有来哈，在后面等一下哈，因为他第一次来，我们牧师补报告完带到前面，我们请谢牧师来帮忙，我们要为他做祝福。等一下牧师报告完了哈，好要补充报告，主要就是刚刚牧师有讲到这边哈，有2个丧礼的消息了哈。可能我们对年轻的比较不熟，没关系，我简单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本会创会的牧师王忠信牧师，他的妈妈我叔妈在前几天过世哈也是高龄101岁哈，101岁他的姐姐就是我们教会住隔壁几年前过世的贵桥湾姐，也是103岁都是长寿了哈，神的恩典他的女儿，因为他跟他女儿在一起，所以在台北所以预定要在6月8号在台北那边举行告别式火化礼拜。但是他们家族都是从太平境教会出身的嘛，所以他们要回到台南这边的基督教牧园举行这个安葬礼拜因为等是台南这边就来办第一场因为我们教会跟他关系很特别啦哈，就是王牧师的爸爸跟妈妈就是牧师嘛，他们在50年前奉献的这块土地，包括奉献的建筑经费大部分让教会从无到有，从一块甘蔗田变成一间很漂亮的礼拜堂。那50年来，我们说领受这样的恩典到现在所以如果认识这个家庭，想要参加礼拜五那个追思会，就在牧园，他会搭一个棚架遮阳他家属很热情说，因为他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不熟啦，只有王牧师跟我们熟而已，所以如果能够参加的请你到那个我们的办公室登记一下。而且他还邀请说，如果你没去嫌啦就是跟他们家族在结束之后去农园餐厅吃个便餐他们家属要牧师说邀请大家如果你能去，而且能去登记一下要参加聚餐的再登记注明说我可以参加，要跟他们讲多少人嘛，他们才知道怎么统计这一点是很特殊啦，因为这个家庭对我们教会真的是开创的时候很大很大的祝福第二个也是告别式的消息，不过这个也很特殊，因为是我们前任的蔡正道牧师上个礼拜打电话给牧师说，我们一位会友的妈妈已经95岁了，她癌末，但是想决志要受洗，他说夏牧师能帮忙在台南到属立医院帮他做受洗。那我们就跟他们家属约好说，好，礼拜5就是前天要去医院。没想到一早他打电话来说，牧师，我妈妈已经安息了，很平安走了。我说没关系，我去那边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理论上我们也等于把这位姐妹接纳成我们教会的信徒了嘛虽然没有完成受洗的动作，但是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啦。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因为他们家庭都没有跟我们教会有任何关系所以礼拜2要去举行告别式如果牧师一个去就唱歌没有声音需要几位同工帮忙就是说如果你那一天时间允许，11点在怀替厅牧师想说，如果至少有10个到15个，有帮牧师唱歌为这个家庭带来关系。我们圣经很明清楚说，宁可去居上之家，而不是去人家宴会的地方，因为你会带来祝福，是自己领受祝福。特别我们说蔡牧师给我们拜托我们哩哩啦啦小猫没2、3只那就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也不是说故意要求的，就是说期待有你时间允许的也登记一下，说礼拜2的我要参加。牧师知道说已经有10个以上我们教会艳黄姐妹就马上跟我回应说，我还开车，有人要载我来载他，可以载6个所以大家不要客气，登记一下如果真的不行上班当然没办法了只是说牧师特别提一下。好，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图卡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学校
记得你如果上过门徒1、门徒2，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小组长推荐、区长推荐、我们团契推荐还有团队侍奉，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非常有帮助，让你怎么教会整个状况都能很理解欢迎长职都来报名快到了15号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夏令营，我们的小朋友记得来报名，因为他名额有限只有60几个赶快来报名，因为截止了就没办法了我们已经2、3年没有办了这个都是情绪管理高手的这报告。这是心灵转角昨天开幕了，不过一开幕就是要先下大雨这个恩雨配降了虽然现在影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同工哇都穿制服很棒很漂亮就开始营业。重点不是说营收多少了，不是，是因为要借这个运转成为一个福音咖啡的一个模式。我们有去参观那个新生命小组教，他们一间咖啡厅比一般的咖啡厅还高级耶。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那个廉价咖啡，就是很棒的，让他觉得来这边是受到尊荣的。我们是要在操练这个咖啡福音所以如果礼拜六你要来这边读经抄圣经最好来到这边来，或是你带朋友来好不好我们昨天开幕也很漂亮很棒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灯箱，这是我们的入口了。现在那边不是在停机车了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入口这个心灵转角我们的特别的字很漂亮这是刚刚有人喝咖啡就泼上来了好，这个是团队这个漂亮的服侍团队那中间穿黑色的那个是专门喝的了喝咖啡的那很高兴在开幕的时候跟这些团队我们的荣泰执事他们团队一起服侍当然我们如果有义工要征求，欢迎你来参加。礼拜六有好的音乐、好的咖啡一起分享好，另外我们也祝福我们的齐安兄他的画展开幕，昨天很热闹很多同工都先去祝福了，拍一张照片给大家看。这个是无缘在民权路那边跟那个公园路那边那个花园很漂亮，光带小朋友去那边逛就很漂亮了它是在地下这个下楼梯的那个展览场很漂亮那是昨天魏鹏长老他们很多朋友一起去祝福的这个画面拍一下给大家看图画都非常非常的或者看着赏心悦目了真的很棒。欢迎大家有空就这几天而已，到14号以前好了，感谢主。我说最后一个拜托就是我们第2堂礼拜出席的比较不稳定，有时候好几百个，突然间又降了好多人我们是不是说勉强一定要每一次都来？但是我们如果有同工弟兄姐妹没来，我需要你的打个电话或是一个LINE关心说，怎么没有看到你很希望在教堂看到你，好不好大家一起邀请我们第1堂的礼拜已经快突破300了嘞。好我们这个第2堂也不能输特别是第2堂礼拜小组了很多，大家彼此小组互相鼓励说，怎么在礼拜天没有看到你？只有在小组看到你还不够。我们周报不是有写吗？我们这个整全的基督徒就是参加礼拜天的主日礼拜，还有参加小组好，我们请谢牧师跟我们的嘉兴他们到前面来，我们为小朋友来做祝福好不好？我们来为他们做祝福，再做结束好，我们这是属于主篮小组，来嘉兴举手一下，嘉兴还有嘉靖都有2个，中间有一个家的小朋友现在是办6个月了6个月，好，那很可爱看着大家，我们也为这个小朋友来做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圣哲小朋友，是神赐给嘉兴跟嘉靖夫妇最美好的礼物。主啊，生命是何等的奇妙，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看见神的恩典，天天跟他们同在。小朋友的成长，他的健康，他的智慧，以及将来的学习，都有神特别的祝福。主啊，让这个家庭因为领受这么大的恩典跟祝福，也在他们的家族，无论是男方的家族、女方的家族，做美好的见证。透过他们，
传扬美好的福音。我们将这位小朋友以及照顾他的家人长辈同在，求你跟他们同在，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看见跟神同行是何等美好。我们再次奉你名来祝福他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祝福他。颂龙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龙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你的名，我要永远尊崇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带领，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闭会后，我们要来庆生，请穆继明弟兄准备哈，也请同工来预备这个蛋糕，谢谢赞美主。我们请有没有执事来帮忙一下？有执事来帮忙哈。我们比较熟悉的，请帮忙哈。好，我们请6月份的寿星，我们请站起来，我们为你们做祝福，好不好？请寿星站起来，请寿星站起来，我们请同工预备，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两个一起来。祝你生日，俊明在哪边？再一次 Happy Birthday， 我们要请起字，因为俊明兄没有联络到。最初，来，我们请照相机，等一下，来，先预备好哦，这个最完美的画面。好，我们请起字小组长来吹蜡烛，拍手。好，寿星还站着啊，我们奉主名来祝福他们。如果你看见他们，就举手对他们好了。举手跟对这些寿星，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祷告。来，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6月温暖的季节，神是生命在这些寿星的身上。主啊，感谢你，求你带领他们，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就有上帝的灵跟他们同在，让他们在生活、工作、健康以及家庭关系、跟朋友相处，在职场都有神特别的同在，让他们在每一个地方为主发光发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让他们因为生命这么样的丰盛，就活出上帝的恩典跟旨意。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暑假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大家出入平安大家有神的带领。再次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祝福这些寿星。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祝福他们，谢谢。好，请坐，大家平安，彼此祝福，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补充一句，如果要参加那个牧师嘛的告别式是10点，现在改成10点，因为可能要晚午餐吧好，谢谢。
今天第2堂结束，